大家好啊！今日嚟到黃竹坑站，話咁快就嚟到海盈山啦。我現在介紹呢個單位係海盈山2B 座嘅一個高層 B 室。呢一個單位客飯廳呈長方形，房間喺左右兩邊，木紋地板配白色牆身。我哋而家嚟睇下呢個單位嘅景觀。呢個單位由於係高層，景觀非常開揚。第一個睡房，過嚟呢邊，另一個睡房，洗手間，廚房呈長方形，設備齊全。